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初3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出现高资的本土病例，疾管署一条扣列25个人，来人高风险，已经嘛公布头一波的当主疫苗的对象。台南议长选举买票，检方起诉议长傅丽丽甲副议长林志德，建议法官判重刑。国民党团嘛呼吁因撕掉正副议长。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布公办途径案受理议员的门槛，要对9成同意降到7成5，嘛引进民间团队来协助。新闻台先来看，咱国内出现2例高资的本土病例，目前的医疗扣列25个人，有来人高风险哦，也毋过还未出现症状。疾管署昨暗嘛紧急召开专家会议来讨论注疫苗的对象，拄仔嘛公布讲有3类的对象建议讲爱注。第一是病毒实验室人员，第2类是高风险的接触者，第3类是6个月内底有高风险的性行为的人。疾管署进前公布的国内第6例甲第7例高资确定病例，分别住伫新德县甲高雄市，是咱国头2例本土高资病例。目前一条扣列25人，其中高风险有6个人也未出现症头，爱持续监测到3月20。感染科医师黄立民提醒，目前高资疫情伫国内已经可能有规定收尾，查清楚感染的路线是关键。猴痘病毒不会突然从这个人身上长出来啊，所以如果有2个人被感染，这2个人一定都是分别被别人感染的啊。那所以呢，至少另外2个人感染给这2个人嘛，啊，那另外那2个人又怎么来的？你再往上追，你很快就可以知道，应该是已经至少传几次的，这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医师提醒。高资传染的方式之一是接触到感染者身躯有症头的皮肤，所以除了亲密接触者，若是做伙住的亲人、封密闭的空间、共同使用困的物件，还有风险。建议已经知影的高风险者爱注疫苗。疾管署伫初2暗时原来召开专家会议，要拟定高资疫苗的注射策略，讨论开放疫苗予更较侪有高风险的对象。会讨论就是说开放这个更多具有高暴露风险的这个对象，不管是因为职业的关系或者是因为这个暴露的关系而导致说有较高传染到猴痘的风险的部分呢，来进行讨论。目前咱国高资疫苗的存量有1100支，约500份。因应最新的注射计划，有可能会搁加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行政院前秘书长林一世，防指控伫13当前在做立委的时，涉嫌向罗查业者收6300万，来促成业者甲中共继续签约。林一世这款行为，敢算是贪污咧？法官的看法是无啥同。最高法院的大法庭昨裁定讲，民代的职务身份有影响力，收钱抄代志，就算是贪污。林一世受罗查业者讹钱这案，1审的法官是以恐吓处罪罪判伊5当6个月有期徒。2审法官改用实际影响力的讲法，认定讲是贪污，所以以受讹钱罪来改判伊13当半。也毋过伫经1审，法官又搁改用恐吓处罪罪判伊4当10个月。法官的见解无啥相同。昨最高法院的大法庭裁定讲，民代收钱抄代志，就是贪污同罪。外界认为讲林一世这案应该撤销经1审的判决，搁发回经审。再来看台南市议会议长选举买票这案，检方起诉议长邱丽丽甲副议长林志典在内计共10个人，更请法官判重刑。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今仔早起嘛开记者会，呼吁民进党的党主席赖清德应该用过去在做台南市长的时，高地的标准来要求因2个人先撕掉正副议长。今仔早起，赖清德去台湾国际兰花展，面对媒体询问，伊并无回应。面对记者提问，兼民进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是笑笑无回应。台南市议会议长贿选案，检方一概起诉包括正副议长在内等10个人。针对这个案件，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伫初3召开记者会，呼吁赖清德就要依持过去在做台南市长的时阵较悬的道德标准，要求邱丽丽甲林志典就要撕掉正副议长，而且拿赢也去到法院起灵宣告，提出正副议长当选无效的诉讼。前家议长贿选案还没有被起诉的时候，你就拒绝进入议会，高达232天。你应该维持你的高道德标准。
人较济，佮人抢啊，啊，佮有执政的优势。咱赖副总统未来要总统的候选人，应该以身为党主席，应该针对这个事件安怎讲？面对那样的批评，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交予司法审理。这个是案件已经起诉了，那就交给司法法院来审理。那任何人想假借中间的这个过程去攻击台南、攻击赖副总统，我觉得都是不好的。检方起诉了后，去防收押免2个月，民进党前中这位郭在钦等6名被告，伫初二半暝法官裁定以300万到50万不定交保，6个人拢互限制住居。6名被告虽均否认犯行，唯有相关卷证资料及同案被告证人之证词可资佐证，主认其犯罪嫌疑重大。又考量各该被告于国内均有固定之住居所，且均有正当工作及相当名望。因无逃亡之余，任无羁押之必要。严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是2024年民进党内上有可能出来选总统的人选，也因为台南贿选案有人去互起诉，外界认为会影响到民进党清廉勤政的招牌。也那台南市议长区里临时发出声明，呼吁法院就要赶紧审理，才会当伫上短时间内透过司法刑予伊清白。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按什么推动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的修法，外界正烦恼讲会对新闻媒体来管制，甚至互学生上战场，所以引起真侪争议。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是强调讲，绝对无要定调16岁以下学生，嘛要管制媒体，要求国防部应该对外说明互清楚，增加沟通。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民嘛强调讲，修法无时间表。虽然目前国防部已经表示讲暂停修法，也毋过嘛是佫有真侪批评。国防部拍算修订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这个争议线咧延烧，目前渐慢修法。国民党有真侪立委强调咧修法管制新闻媒体，针对报道访谈的对象拢爱做统计调查，要求讲安尼，互台湾走向历史恐怖，还佫有甲学生甲杀向战场。对这件代志，行政院长陈建仁初三亲身就火线来做背回澄清。绝对没有要学生上战场，也没有要学生做武器，而且也没有新闻的潜质的问题。那我也在这里特别要求国防部还有各部会呢，对于各界的建议呢，要好好的收集。产生了很多的误会，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呢，当然不以现在来进行这个立刻的处理。朝野的立委一直拢认为讲全动法修法伤过头老草。民进党郭建民伊是讲，国防部无对党团沟通来造成误解，应该个爱甲解说互清楚。针对修法的时间表，郭建民强调讲，法案拢还未送到行政院，全动法分做准备时期甲实施时期。目前实施时期的相关法制无够，国民党立委陈以诚是批评讲，国防部拍算透过汰掉准备这2字，甲改做全民防卫动员法，安尼来呼呼咧。既然他直接想要透过删掉2个字，就让它直接变成可以适用在动员实施阶段，这个在法制上绝对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军管的授权没有规定平时或战时，这个就是有偷渡军方介入管制的一个疑虑，那形同类戒严，那到底是戒严还是类戒严？这个你要讲清楚说明白。傅成远认为讲。全动法的修法方向甲内容，和民防法、灾害防救法拢有规范，过来制定专法，这就亲像掠鸟过河，定是假牙，嘛有可能互政府康白授权，互军方的权力扩张，甲亲像内戒严，嘛呼吁讲到爱渐慢修法，时代力量凸显第一咧话讲，政府应该爱召开公听会，邀请专家学者来做收集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关系到发现金6000块的疫情后特别预算案，已经送立法院审查了。按说后礼拜就会办理委员会。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嘛伫立法院强调讲，这案若属通过，就会用上紧的速度提供上利便的方法，赶紧甲6000块发予民众。透早赴立法院报告甲备询，何时才通普发6000块？行政院长陈建仁嘛呼吁调查特别预算，就要赶紧审。对于特别预算案呢，也在这里呢呼吁朝野党团呢，大家能够全力的来支持，让它顺利的早一点通过。随后，到位的经济部长王美花嘛表示，后礼拜财委会审议会是关键。
下个礼拜财政委员会就审，那毕竟还是要3读通过，3读通过之后，就可以来发这个现金。全面共享经济特别条例，行政院伫2月23火速通过3800亿的特别预算。陈建仁伫院报告的时讲，预算包括3大部分，像减轻劳健保的压力，维持运作；过来是强化经济甲社会韧性，像绿色生活补助、疫后就学贷款等补助；过来6000块发放，是互全民拢通共同分享着经济成长。不过时代力量批评，真侪项目应该是爱编制商务预算，用特别预算根本是咧压钱。即便这个花现金6000块，竟然也编了1600万，编了1600万的宣传费，说要宣传这个6000块。到现在全台湾有谁不知道6000块政府要大撒币这个事情？照立法定时，若顺利报告完成，3月初6，财委会会联席审查，初审完成了后，搁送议会表决通过，搁经过总统公布了后，大概4月中，民众就通领到现金。记者梁立旭台北仓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宣布讲，台北市公办都市更新7599专案计划正式启动。针对公办都更案第1阶段，住户意愿门槛要对原本要对原本9成的住户同意，降到7成5同意，就当进入第2阶段。卖来引进民间专业的技术团队来协助市民推动都更，望讲台北市老厝会当赶紧翻新。有关部部宣布，台北市公办都更7599专案计划正式开始，提出3大创新加大服务，希望会当加速都更的效率。大城市第1阶段，住户整合意愿条件是为原先的90%降到75%。所来第2阶段，联合民间专业团队协助方案的评估，若是住户的意愿达到90%，安尼就会当进入下1阶段的模拟选配。选配率达到90%了后，就当进入后续的招商审议。跟我们以前比，现在已经好太多了。以前是9成嘛，9成对我们来讲是几乎不可能嘛。我们光一个瘫痪就15户了，到90%就很困难，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降低到70%。其实我们的了解实际状况是很多的住户他并不是不同意，而是他并不了解，或者说他在观望，所以我们让政府及早进场。还有专业的技术团队。蒋万安是讲，台北市有将近8成的建筑物，厝拢是超过30年的旧厝，更新的脚步爱赶紧做。针对第1阶段放量的条件，专家原来真赞同，不过嘛提醒市政府爱做好人力的配置。都发局或都更处他们相关的人力等等是不是足够指引？如果把它放宽之后，有更多的计划进场这件事情。专家认为，除了展现主动意愿的社区，政府优先进场以外，也应该针对较危险的海沙厝，即个有较紧急的建筑物，采取积极的手段来加速处理。2种手段爱做伙做。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立委的补选明仔载特别投票，也毋过国民党的候选人林明珍洪检举讲学术论文涉嫌抄袭。朝阳科技大学证实讲会伫20进前成立学术伦理审定委员会，上紧会伫3个月内完成调查报告。明仔载就是南投第2选区立委补选，经出战回复研究员吴佩荣顶个月也抗国民党候选人林明珍，伫朝阳科技大学休闲事业管理系学术论文涉嫌抄人的。学校初三证实已经接到2个民众检举，3月20进前会组织一个学位论文违反学术伦理审定委员会，3个月内完成调查报告，做出具体决议。希望他可以比照去年的一些论文抄袭案件，可以就比较快速的去做审查。因为3个月其实是有点久。林明珍的竞选总部回应讲，伊的论文有独创性，绝对会堪这考验。若选真紧张，各界嘛开始咧表态。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伫面册刊文，用南投竞赛身份拜托南投乡亲支持林明珍。若林明珍初三开记者会，强调家己替南投争取真侪建设。伊嘛批评民进党用国家机器投入复选，算干那会晓甲抹黑。伊希望替南赢甲立委这位徐可条，帮助国民党2024年选赢民进党。在我们2004、2024年，我们能够取得执政权，打倒民进党。民
民进党候选人蔡培慧初三透早伫民间乡拜票，针对进前捌宣布要甲选举补助款捐予社福团体，林明珍虽捌表态讲要捐予散车的家庭，蔡培慧是批评林明珍起好也找争议也未解决的，煞搁空嘴保指开巴拉票。因为他把他的选举的经费都拿去买豪宅了，这一点林明珍应该要解释清楚。南投立委补选自来自紧张，哪里双方继续咧对射。这届有资格登票的选举人数是198412个人，落尾谁会当选调，明仔载就会知影结果。记者尤敏峰、裴焕群南投报道。健保署公告4月初1开始调整健保药品的介绍，其中有一款治疗阿兹海默益必佳，介绍予健保署抬3成。传出讲药厂真不满，考虑讲要退出台湾市场。健保署是表示讲，应该甲药厂议价，绝对袂损害到病人的权益。健保署进前公告今年的药价调整，这边调升的药品有36项，调降的药品有5475项。调降的趴数上悬的药啊是包含心脏血管用药、神经系统用药，还有专心性抗感染剂。5块以下，甚至有一些是2块以下的这个药品哈，我想这些都是老药。可是老药为什么会存在？就是说它有它存在的价值，而且是有蛮多病人在吃的哈。这个会不会危及到这个民众的一个疾病的控制？未来呢也会加强对于我们我国的这一个学名药厂呢给予特别的支持，让这一些国产的这些学名药厂呢都能够更加的健全能够做更好的这一个生产的这一个安排。健保署指出，调整的5511项的药品内底，平均的调整的趴数是2.2%，是10年来上低。不过，伫这边的调降药品内底，有一款治疗阿兹海默益必佳摩伊定时公司，调整进前每一粒药啊是8.9块，调整了后缩降到每一粒药啊敢若剩6.3块，调降的趴数是接近3成，是调降的药品内底调降上最药啊。有消息讲，药厂不满健保降价，考虑退出台湾的市场。我们有非常多相似的这个学名药的厂商是可以来替代这个药物，所以基本上影响是不大。只是说，如果原来就使用这个原厂药物的民众，他就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换药过程中的一点不适应。经过了解，益必佳摩伊定时公司是原厂的药啊，目前国内有6万人拢用这款的药啊。健保署回应，药厂已经提交药价成本分析表，双方伫咧讲价当中，这款的药品确定袂退出台湾的市场，患者唔免伤过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内的寿险业者，伫2026年必须爱使用新版本的国际机票。外界是真烦恼，讲寿险基金恐惊爱袂上调今夜的台湾股票来应用，会对于台湾的股票市场造成真大的冲击。金管会主委黄天武是表示讲，咱台湾的保险公司投资股票的比例是全球上悬，所以会提供业者较长的宽限期，互因偷偷来减少手中的股票，还袂影响上过大。寿险业要伫2026年换用新的清偿能力指标 ICS， 外界是烦恼恐惊股票都爱袂上调，严重冲击台股市场。对这代志，金管会主委黄天武坦白讲，台湾保险业投资股票是全球上悬的，不过会予寿险业较长的宽限期，一步一步降低股票的部位，袂影响股市的资金。按照国际的惯例呢，已开发国是35%，开发中是48%，台湾不算是开发中，所以呢，听起来你们内定呢，未来的台股的风险系数呢是要定在40%，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划？都没有规定，都没有确定，我们会给业者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去调整，但是又不希望影响到股市的一个信心。不会。好。伫联准会用较温和的做法，今年热天可能会暂停相关利息了后，隔个礼拜是美股指数全面收悬，也互台股早盘捌大起100外点。伫宽台股转强的情况下，带动指数攻上15700点的大关。不过盘中获利卖压出现，大盘指数也出现开悬走低的势面。整体来看的话，大型股比较欠缺上涨的一个动力，因为外资的操作最近这几天都是呈现卖超。所幸呢，就是说卖超的金额不是很多，所以指数现阶段来讲的话，大概就是整理的一个走势居多。分析师表示，
下暗美国要公布最新的经济数据，这关系到刷来3月21甲22 FED 的利率决策，而且3月份也是去年财报最后公布的月份，所以刷来大盘除了受到 FED 利率决策影响以外，个别股票原来因为财报的数据会出现无同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香港尖沙咀一栋还未完工的大楼，昨半暝发生火灾，火是烧甲真猛，附近6栋大楼嘛拢烧起来，烧9点钟，伫早起的8点半才拍花。大火一直烧，还有大有火光的碎片落落来。香港尖沙咀这栋差不多40层，还过起当中的摩天大楼，初时半暝发生大火，火势拖甲真紧，规栋大楼陷入火海，都亲像大型的火条。加上迄时阵风速未细，搁互周边至少6栋大楼甲主体遭受波及，包含起来当酒店顶差不多130人紧急疏散。有啲聲效啊，有啲爆，有啲可以爆嘅聲音啊，跟住都現場就係有陣味嘅，有陣濃濃地嘅味。On était effrayés parce qu'on a vu toute la population s'arrêter. On est passé tout à l'heure avec nos collègues. On a vu des locaux délogés de leur appartement, partir avec des valises en 3 minutes, sans rien. Et c'est une scène honnêtement apocalyptique d'horreur. 落落去的火灾也造成2名过路司机甲这附近大楼的住户受伤，毋过无其他人员伤亡。香港消防处伫初3透早将火警提悬到4级，因为高楼起火，拍火难度真悬，火势一路继续将近9点钟，伫早起8点外才得到控制拍花，部分交通也受阻。中间道甲弥敦道之間封起來，巴士挨街道。咧係一個興建中嘅大樓，所以一般喺大廈裏邊見到嘅消防裝置設備咧係未投入使用嘅。大量嘅建築材料，例如一啲木板啊、鐵枝等等咧，係大大咁樣阻礙咗我哋嘅推進。消防員目前繼續喺現場夜水降溫，也要派人去了解大樓坪仔嘅承受安全風險。香港媒體報道，這棟大樓前身是海關之家，由德國集團改起做俱樂部甲飯店。按算在2014年要開幕，去年也捌發生過一擺火警。即馬這棟建築受損嚴重，損失還佫高升。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希臘火車燒籠的事故，死亡的人數已經增加到57個人。希臘的民眾對鐵路安全嘛愈來愈不滿哦。在首都阿德，有民眾抗議示威，嘛甲警方發生衝突。鐵路工會嘛批評政府對員工無尊重，準備要罷工。示威民眾向警方拼石頭，警方是火車催單，想要趕人離開。發生火車對撞意外了後，雅典街路繼續有不滿的民眾上街路示威。希臘鐵路公司伫雅典的中央總部外口，邀鐵路工人工會伫遮抗議，要發動24點鐘的罷工。不過現場相對和平真濟，工會代表控訴為執政當局到鐵路公司攏無尊重員工，才造成嚴重意外。Υπάρχουν ευθύνες και από την εταιρεία, υπάρχουν ευθύνες και από τη Hellenic και από τον ΟΣΕ και από όλες τις πολιτικές, από τις κυβερνήσεις οι οποίες πέρασαν τα προηγούμενα χρόνια, που ενώ δεν άκουγαν τα αιτήματα τα οποία επανέφεραν κάθε μέρα, κάθε μήνα οι εργαζόμενοι για τα μέτρα υγείας και ασφάλειας. 希臘當地時間2月28半暝發生2個火車對撞，其中一個火車載差不多350個乘客。救援人員規暝工作，在被燒去的車廂內底找找遇難者，上艱苦是要發動挽救性命，才能找回遺體。失蹤乘客家屬心情也真艱苦，目前還有10人下落不明。希臘已經進入3天的全國哀悼日。Δεν μπορεί να αλλάξει κάτι σε αυτό, το γνωρίζω. Σας το ανακοινώσανε, δηλαδή είναι σκληρό να μην μπορείς να πεις το γνωρίζω εγώ. Το θέμα είναι ότι απλά κάτι να γίνει για να μην ξαναυπάρξουν 4 τέτοια θύματα. Παιδιά πληρώσανε 50 εισιτήρια θανάτου. 事故地點的拉里薩火車頭的59歲站長，荷蘭空過是殺人罪被抓。此時出庭時陣，耶律師表示，站長承認應該對事故負責任，也暗示站長唔是唯一的罪魁禍首。Έχει αναλάβει το μερίδιο της ευθύνης που του αναλογεί, στα πλαίσια της ευθύνης που έπρεπε να έχει και έχει, αλλά από εκεί και πέρα αυτό που προς το παρόν μπορούμε να πούμε είναι ότι δεν πρέπει να επικεντρώνουμε
στο δέντρο, ενώ πίσω από αυτό υπάρχει ένα ολόκληρο δάσος. 希腊交通部长已经为这事故负责落台。政府官员强调，希腊经过后济金融危机，批评实施索安政策，地区政府迟迟无法度对铁路安全做出充足的经费投资。美国总统拜登透过推特发文，对事故的死伤者表示哀悼。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 再来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罗西亚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昨伫印度举行的 G20 外长会议，两个人并无安排正式的对话，也毋过有一边行路一边讲话，大概10分钟左右。布林肯是讲，伊向对方表示，望讲会当赶紧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嘛强调讲，美国绝对会继续消停乌克兰。 罗西亚外长拉夫罗夫嘛伫会议中来批评西方国家，讲因造成全球政治甲经济的危机。虽然讲过未甲中俄的外长见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咧G20会议时阵，也是甲俄罗斯的外长拉夫洛夫第一站见面。俄罗斯媒体报道，两人伫咧闭门会议结束时阵，移动式的向前讲无讲10分钟的话，无进行谈判。I told the foreign minister that no matter what else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or in our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lways be ready to engage and act on strategic arms control, just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did even at the height of the Cold War. End this war of aggression. Engage in meaningful diplomacy. 美国国务院讲，美国并无期望伫咧短时间内甲俄罗斯有进一步的正式高层对话，也无认为这种短暂的接触会互俄罗斯改变态度。正前G20外长会议，美国甲欧洲盟友为着要结束俄乌冲突，继续向莫斯科施加压力。俄罗斯指控G20议程变做一场闹剧。Наши западные коллеги, как и год назад при индонезийском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е, добивались всеми правдами и неправдам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неправдами и различными риторическими заявлениями выдвинуть на передний план проблему ситуации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которые они к переговорам, от которых мы никогда не отказывались, если они серьезны, еще раз подчеркну. 主办国家印度正式这边G20无达成联合声明。印度外长讲，因为对乌克兰战争意见无同，无法度伫咧各方拢坚持家己的立场下进行协调。这边会议，印度想要强调战争影响经济，无愿意怪俄罗斯，并且找寻外交的方法来解决，也搁增加对俄罗斯买石油。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过来消息来看，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网球的资格赛，昨伫新德馆伫东的中正网球场举行。结果头一场的比赛，就选手骨折受伤，只好退赛。有家长嘛发现讲，昨透早球场过时间哦，质疑讲敢是还未验收就开始比赛。今仔早起嘛，各有一个选手受伤。也毋过哦，新德馆是表示讲，场地是有下比赛规格，也毋过球场的沙铺了无够的这个问题，因会来要求厂商改善。正卡包掉的艾克朗湖来自高雄福山国中3年的周胜选手，为着国中最后一届的全中运来拍拼，所以伫救球的时阵卡拽着，互赢球的伊干会当退场。事后甲教练讲球场伤骨，而其他到场观赛的家长嘛发现，往常比赛拢会当提早互选手上场来适应环境。二号这届的比赛，说到半暝3、4点，阁有承包商咧铺场地，这期无经过验收，就互选手上场。他应该是在比赛的前一天。就是才铺设好，对，那也不确定是不是有完成所谓验收的程序啦。全国第1名的网球学校都已经在开始网罗他，我不晓得他的脚伤会不会影响到他以后的选手生涯。东港主办单位召开会议，主席嘛讲，这个场地无平稳的代志来回失咧。不过整合各队的意见了后，也是决定要伫原场地比赛，但是伫3号赛时，各有一名选手受伤。因为他沙他没有把它铺平，还有后面又突然没有沙子，我就从那边滑出去。主办方非常不用心哦，因为他在比赛前一天我们还看到照片，第4面场地基本还没有做好。管副表示，选手受伤的原因跟刷量无够有关，而且包商改善。这一次我们选手扭伤的部分哈，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铺沙不足的部分哈。比赛完后一定要去留下来，把场地做好铺沙的动作。但是高雄福山国中回应，若是搁伫原场地比赛，会考虑敢要互其他的选手上场。高雄市政府嘛讲无排除新闻，要求主办单位爱负起这届的医药费，还佫后续费用，而且甲选手参加的比赛应该回来比赛，来保障伊的权益。记者王柳婷、明昭、权长君和高雄新竹报道。
人家民众出门佚佗，也是聚会合作，所以饮酒赛车案件嘛增加袂少。高雄市伫228人假4天，就掠到164件，比碰时一天是加16件。伫2月2日中昼有一个货车的驾驶，佮因为啉酒赛车拒绝临检，遭互警察了，嘛互警察开出4张的罚单，加共就要罚246000块。安全带哎，来旁边哈。驾驶方要求停去路边刷大油门向前冲。高雄加昌派出所女警2月2日中昼，伫南马溪德中路发现白色货车驾驶无下安全带，准备开发，想到驾驶竟然遭互警察约，双方约棍啊调解了后，驾驶甚至把车弹的逃走，结果还是互女警掠到。通缉吗？无啦，无通缉啦。你食酒吗？我拄啊啉一杯玻璃干的。叶男坦承，曾稍早有喝酒，因为害怕累犯被关，才拒检。警方告知拒检规定后，叶男仍坚持拒测，依规定告发取缔，并移至保管其车辆。驾驶因为心虚拄到拦查，唔敢停，阁无驾照，一路搁一直弄红灯，最后拒绝纠察。警方表示，依道交条例，拒绝纠察罚18万，并扣车；无照驾驶罚6000到12000，危险驾驶6000到24000，拦检无停1万到3万，驾驶恐惊要面临4张总计上悬246000块的罚单。来对着吹着直接去啊！客车司机200迄天半暝，互警方查落酒测，测落马上超标。284天连假，民众食饭出游，互酒驾增加真济。高雄4天处地164件，平均每天的案件比平常时加16件。警方嘛呼吁民众酒后唔通抱着侥幸的心理上路，以免害人害己。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宜兰县，因为无伫800几条月票的方案内底，所以县政府按算讲要家己来申请。也毋过对往来台北上班的宜兰民众来讲哦，伊嘛真希望讲有省钱的月票通使用。民进党团嘛批评县政府的态度无够积极。也毋过县政府是表示讲，因为向中央争取，也毋过交通部拢无回应，嘛表示会继续争取。民众来宜兰转运站排队等要坐车去台北，无少宜兰人拢爱安尼坐国道客运往回宜兰甲台北工作。不过交通部规划中央促进公共运输使用方案，宜兰县无纳入双百家人通行生活圈的月票1200块，通勤族不加失望。当然有是最好，对啊，就觉得有需求了。对，没错。第一省钱，第二就是又省时，你就不用在那边排队买票啊。民进党宜兰县议会党团是质疑县政府无积极，无主动找附近的县市协商通勤月票，无重视真济通勤族的权益。不过国民党团回应，县政府家己提案申请，并无卡牌。县政府为什么不重视这些通勤族的权益，不积极跟北基桃来做研议跟讨论，来让所有的通勤族也可以享受优惠的套票？如果县府他已经有提出说我们宜兰到双北，那我觉得这样子是够的，并没有像他们说的，就是忽视我们县民啊，反而是因地制宜。交通部规划中央促进公共运输使用方案，会当跨县市合作提案，嘛会当单一县市提案。宜兰县是用单一县市提案申请的。北基桃他们的捷运发展的已经非常的一个完整。宜兰的部分，因为考量它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距离，还有交通的一个动线，所以基于这样子，他们一开始在整个规划的时候，并没有把宜兰纳入。县政府讲2月已经向中央争取，把宜兰县纳入双百家人通行生活圈，不过无得到交通部的回应。主要原因是双百家人通行捷运拢发展完善，县政府会继续提出方案争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新市有一间工厂，伫昨晚暗5点左右火灾哦。工厂因为有真侪塑胶材料，所以烧甲臭毛毛。火烧点外钟才拍花。台南市环保局昨晚针对台南、高雄、高雄8行政区发出空气品质恶化的警告，卖对工厂来开罚单。工厂内面导火，乌烟是呛到规天顶。台南市新市区王家路附近一间工厂的塑胶站帮出入下昼5点传出火警，因为火正大、烟正高，台南消防局接到报案，随派人去拍火。现场为燃烧户外塑料及站板，那我们共出动7车20人，到现场之后我们就是出视线的水线，那将火势局限在1万米，直到火势扑灭。
火伫咧点外钟了拍花，好佳在现场无人员伤亡。台南市环保局下昼接到通报，研判迄当阵方向是吹北风，就随对空气品质可能受影响的区域发空品警告，包括台南甲高雄总共8个区，提醒民众门窗关好密，也派人去采样监测。那环保局立即派员赶往现场进行这个周界的空气钢品的采样。采样的结果我们一经分析如果超过那个空气污染排放标准的话我们会依空污法告发，最高可处500万元罚款。环保局讲，通报火灾这间工厂是毒化物列管场所，不过这边导火所在是非塑胶混合物暂时藏的所在，火并无烧到毒化物，一若是不是违反其他环保法令的规定，也该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大学学测成绩公布，所有学生都爱准备大学申请。大师培中心的团队开发出一套系统，建立出学校考核标准，配合学生的兴趣来提供学生做参考。展开智能选系系统的网站，总共8个智能方向，48条题目，对当咧选志愿准备申请大学的学生来讲，会当伫短短时间内知影适合家己的学系伫倒，的确加足利便。但这个系统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在5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测验。它所测出来的结果，在我第一节里面有选择的科系，全部都有在我的适配科系里面，也就是代表它是相当具有所谓的适配度或者说可信度的。这是中华实行教育发展协会甲台大团队做伙开发的智能选系配对系统。教授表示，比起其他系统是针对学生的兴趣去经志愿，这个系统特别整理出学校经学生的条件需求，在配对的时阵选出上适合、第2适合的学系类型，提高配对的实用性。55个系组，那我们每一个系组我们都找教授来帮我们填写评估。评估什么？就是他们这个系，他们觉得要进入他们这个系的学生所需要的这8个智能里面，哪些智能比较重要？目前智能选系系统正在试用，大师培中心讲，学系资料还无算周全，若运作顺利，未来会提请教育部全面升级，建立更较侪学校的资料，帮助学生做出理想的选择。记者麦上英曾俊佑台北报道。花莲市收费的停车价计共是有1700多个有规定讲，得爱保留2排的新庄停车位，也毋过目前只有1.7%。新庄的机车价是个愈少咯，所以新庄团体就呼吁县政府，就应该爱来做检讨。花莲市上歹停车的所在，就是伫中山路、中正路、中华路的金沙角地区。尤其假日时阵，观光客真侪，四界拢会看到违停。其中新庄停车格就常常互一般的车占用。一般民众他还是会暂时停在那边一下子，但是都会造成我们真的有需求的身心障碍朋友的那个困扰。相关单位在取缔上有做到吗？在取缔的话，应该是很少了，好像是没有人在管理一样。另外，开机车的新庄朋友也找无新庄机车停车格，市区竟然只有7个新庄机车格，一般机车格上过下根本无法互停较大台的新庄3轮车。政府没有主动来设置我们身障者的机车停车格，那都由我们身障者包含店家来主动来提出申请才来设置。县府建设处表示，目前花莲市收费停车格有1700个，较2排保留新庄车位，总共30个。新庄机车停车格无够问题，爱甲店头或者是民众沟通了才会实。花莲市内，我们目前划设了7个这个无障碍的机车位，但是我们会持续一直累积，就这个需求的部分来继续划设。议员表示，经过调查，花莲市收费停车格有1753个，较比例只有1.7%，无达到2排标准。也好，警方针对新庄停车格占用进行加强处理。高雄市调查，东方玻璃店关新庄证件是不是事实？记者综合报道。受到二月中寒流的影响，婚林卖了水拿丢外又在最近拢打起。早起婚林县农业处甲相关的单位去现场勘灾，嘛呼吁农委会就爱甲这款的状况，嘛来做灾害救助的项目，来补贴农民的损失。拄种无半个月黄啊，因为2月底强烈冷气团扫来台湾，佮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即马所拢已经徛黄打死。婚林卖了农民讲，若准佮爱定在补产，就爱请人种地卖黄啊，成本就爱加开。一吨地成本即马大起来差不多黄啊钱超2000外啦，2000超过，啊，佮再拍黄的差不多2000，啊
差不多已经到啊，现差5000哦，阮已经爱报差不多5000块有咯。3天2天吼，寒流就来啊吼，事实找到咱吼鱼啊吼，捕落田底挡袂牢。拢较大气。农民表示，最近云林沿海当咧捕稻仔，以麦寮乡来讲，早当稻仔种差不多1300公顷，不过目前受到旱害影响，尚无到3成。初三透早，云林县府甲公所改良场做伙去会勘，初步认定灾情已经超过救助的标准。遇到低温，主要还有连续的一个强风，那在湿度低又风速强的一个状况下，造成我们秧苗的叶片有枯萎黄化的一个状况。那有一些田区是属于一个比较严重的状况。无收成面积的5% 以上已经达到目标了哈。那每一个田区哈，在每一个田区哈，如果符合天然灾害的2成以上哈，那现在评估大概有3-4成了哈。县府表示，最近包括麦寮乡、水南乡都有接到农民反映讲稻仔旱害的状况，县府呼吁农民赶紧甲公所申报。不过目前鱼仔灾害救助每公顷干那4000块，已经无法度补现有人力的成本甲物资，希望中央会当考虑调整，协助农民恢复种植。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2023年台湾国际兰花展拜六开始会伫台南的后壁展出。农委会是表示讲，虽然拄着疫情，也毋过去年咱台湾兰花出口的产值嘛是有成长，金额有62亿1千万。世界兰花会议信托基金会主席罗利、副总统罗清德、甲农委会副主委陈俊贵出替台湾的兰花，做伙宣布2023台湾国际兰花展起稿。经过19年，这个展览已经成做世界3大兰花展之一。农委会表示，台湾兰花有差异性、规模化、稳定供货，佮配合药证的能力，让台湾的兰花会当销往全世界，无受到疫情的冲击。去年我们的外销营业额大概62.1亿台币，比去年增长了7%。这盆兰黄相式上顶乌克兰国旗的蝴蝶兰，展现国内内米喷染技术，业者支持乌克兰伫大白花添渐层色水，互各界俄罗界特质。最近土耳其大地震，业者佫以红白色水喷染出土耳其的国旗，代表关心。参加兰花展开幕记者会，副总统罗清德表示，台湾兰花价值已经超过3达。兰花生物的这个技术，不仅仅是可以创造兰花的产值，也可以传达台湾人民对世界各国的关心。2023年兰花展测试开始伫台南后壁，台湾兰花生物科技园区展出半个月，除了会使互一般的民众参观，现场佮摄像物馆，展示稳定供应的兰花商业品种，吸引佮较侪国际业者直接落场。记者林静文、郭俊玲综合报道。有112栋历史的台中市役所，经过党外征收，外部是保留原本建筑的特色，内部设计做欧洲风格艺文空间甲餐厅2月中重新开幕咯，咱做伙来看卖。日头光为茶座的窗仔门照入来，恬静的空间呈现出优雅古典的气氛。这毋是咖啡厅，也毋是图书馆，是重新开放的台中市役所。这个日本时期所起的建筑，到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经过市府甲营运团队的整修，即卖已经有全新的面貌。在1楼有阅读、共读跟艺文展演的空间，那么在2楼，他们弄一个给意式餐厅。一个这样子的古迹应该具有公共性，所以它应该要让大家更容易亲近去认识它。营运团队保留台中市役所原始的建筑风格，白色的外观看起来真气派。整修后的1楼正做艺文空间，不时会办各种展览，也有放无共主题的册，甲一寡有特色的物仔。2楼改建做餐厅，邀请米其林餐厅的台湾总铺师，结合各地文化，设计充满故事的料理。3楼保留开放的空间，让民众会当四界参观。包括州厅，包括大屯军医所，包括刑务所关社群，它会是一个起马炮，让整个中西区打响这个活化再利用。除了市役所，附近的台中酒厅也完成第1阶段的整修。市府按算结合市区内的即寡旧建筑，透过整修重新营运，佮加上各种艺文活动的举办，希望会当佮展现台中旧城区的观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棒球经典赛特别开始咯，下周预赛哦，7、8到12会伫台中的洲际棒球场比赛。今仔早起，荷兰、巴拿马、意大利的球队哦，拢陆续来到台湾，冒着这个球迷去接机。我要看过台湾。桃园机场第一航厦一间大厅客满真侪接机的球迷，有甚至前一暗就困在机场。3早起，包含荷兰、巴拿马、意大利的球队陆续飞到台湾，球迷拢热情迎接。看荷兰队，算这一组最强的。我主要是来看哪个球星吗？球星哦，今天这波吧。对。啊，你大概什么时候来的？昨天晚上来的。接皮亚萨的机，他是我小时候的偶像。对，然后他是大联盟队具代表性的东极锦的捕手，然后生涯打出427支全垒打，是所有捕手最多的。为了分机到一间过程，一条球迷向前要求斗阵翕相，球星也拢无拒绝，也有球迷特别准备球员卡、棒球这物件，希望能讨到签名。荷兰队教练郑比讲，一帮勇士队队员安德鲁将士也感受球迷热情，真耐心签完每一粒球迷摕过来棒球。安德鲁，排队，大家排队，排队，大家排队，不要挤，不要挤。他以前勇士队的，然后未来有机会进入名人堂。现在是不是荷兰的教练？是。2023年世界棒球经典赛下周预赛7、8到12，要伫台中洲际棒球场开始拍。部分意大利、巴拿马队员甲古巴队也要伫暗时陆续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超级马拉松的选手陈彦博，今年2月15伫加拿大一地700公里无休困的比赛，摕到第3名的好成绩。明仔载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的节目，特别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陈彦博是安怎来挑战家己完成比赛。现在伫外国参加超级马拉松比赛，陈彦博看到当地民众对运动的热情，甲国内运动的风气来比，也是有真差。所以伊伫非赛季的期间，成立 Run for Dream 工作室，要带大家做伙享受走表的趣味。嘛，互运动产业的价值会当一直提升。聚集做一个选手的，阮就讨论，是讲安怎用走步这种物件，会当转成是一种技术教育的部分，把阮10几年来训练的迄种感受，甲迄种内心的煎熬，带给迄个民众，给他们去做教学。伫2016年，正做4大极地马拉松总冠军的陈彦博。虽然长久以来伫外国比赛，就算转来到国内，嘛爱持续训练。不过，为着推广超级马拉松运动正确的观念，伊会固定举办公益校园演讲，互学生会当为伊分享的经验内底，找到探索世界的勇气。就亲像即个的主题“梦想零极限”，是伊伫极地内底安怎甲家己对话，突破生理极限的挑战，嘛透过这点来鼓励师生打拼追求家己的梦想。我想讲，即马上重要的代志就是，我往下扎根，或者这个现在年轻人跟学生了解到运动的文化的价值。我曾经觉得梦想是很难养家糊口的，但是在看到他的故事之后，我就觉得，就算梦想很难达成，但是只要有坚强的信念去做，就有可能成功。极地超级马拉松的比赛，唔乃是体能极限的考验，爱面对风险嘛真大。亲头起，陈彦博因爸母是真反对伊参加，家庭的关系嘛因为安尼变甲真歹。加在伫持续沟通，甲摕到好成绩了后，因爸母嘛偷偷接受伊想要征服世界的梦想。啊，自己小心啊！当我开始的时候，我是真正无放心嘛。你无甲放弃，你嘛挡伊袂掉，只有就放伊去。放伊去就是甲支持，甲叮咛讲安全第一。我嘛是有想讲要放弃的念头啦。但是即马我家己想法就是，我不想让人生有留下遗憾。陈彦博讲，人生敢若有一届，要活了精彩，就要勇敢行出4、4箍仔，挑战家己，下过难关。人人拢会当成做世界冒险家。记者罗敏祖、连新维台北报道。下晡8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
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华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